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Ruby，歡迎嚟到呢集特別編製嘅能量工作坊。你有冇試過明明冇特別做過啲乜，但係覺得成個人冇晒精神，或者即使分咗手、離咗職，個心仲係成日不自覺咁諗住某個人或者某段關係，甚至會感覺到對方嘅情緒。呢啲情況好大機會係因為你同對方之間仲有一條無形嘅語態能量索 Etheric Cords 聯繫住。作為星際種子，你嘅能量場本身好敏感。當你未學識保護自己嘅時候，就好容易同外界建立咗一啲唔健康嘅連結。呢啲能量索會源源不絕咁抽取你嘅生命力，令你覺得卡住，喐唔到。今日我哋唔單止係要做普通嘅冥想，我哋係要進行一次能量手術。我會引導你運用大天使 Michael 嘅藍火寶劍，再配合幾種大師級靈氣嘅轉化之火，徹底切斷、拔除所有唔再適合你嘅能量鈎同埋契約。請記住，切斷能量索並唔代表恨或者絕交，而係將屬於你嘅能量攞返嚟，將屬於對方嘅能量還返俾佢，喺愛同自由入邊重新建立健康嘅邊界。而家請你揾一個絕對安全、唔會被打擾嘅位置，坐低或者舒舒服服咁瞓低，感覺地球母親喺下面溫柔咁承托住你。如果你準備好，請輕輕合埋雙眼。首先，我哋要將你嘅頻率由三維世界抽離，做3次深長細密嘅呼吸。吸氣嘅時候，想象吸入藍白色嘅清涼能量，直達你嘅松果體。呼氣嘅時候，將所有嘅委屈、沉重同埋壓力，經由腳底排入地心。慢慢做，唔使急，容許自己喺呼吸之間，感覺身體嘅重量慢慢消失。而家觀賞你頭頂上方降下一道半透明嘅鑽石光芒，呢個光芒由頭到腳將你包圍，建立一個絕對安全嘅能量手術室。喺呢個結界入邊，只有最高頻嘅愛同智慧可以進入，你擁有絕對嘅自主權。感覺你嘅每一粒細胞都開始微微震動，好似正係清理灰塵咁，將你嘅頻率提升到一個可以睇見真相嘅維度。而家將你嘅意識轉向你嘅月太體，即係包圍住身體嗰層微微發光嘅藍白色光暈。運用你嘅直覺去感受或者觀賞，喺你嘅能量場上面有冇一啲好似電話線、吸管
或者蜘蛛網咁嘅嘢連住出去。通常呢啲能量索會集中喺幾個位置：太陽神經叢，代表控制、權力鬥爭；心輪，代表過度嘅情感依賴、舊情人；喉輪，代表未表達嘅真相、被禁言嘅恐懼；甚至係海底輪，代表家族嘅枷鎖或者金錢嘅恐懼。唔需要用大腦去分析，只需要感覺邊度有啲嘢扯住、壓住或者特別沉重。觀賞呢啲能量索嘅另一端，連向一啲特定嘅人、過去嘅事件或者某啲機構。唔好帶住憤怒，只需要平靜咁觀察佢哋嘅存在，慢慢做，唔使急，容許呢啲連結浮現出嚟。而家我會跨越時間同空間，透過我嘅聲音同意念，向你傳送幾種大師級靈氣嘅轉化能量，同時召喚藍色火焰嘅力量。你可能會感覺到腹部有一股強烈嘅溫熱感，或者皮膚有微微嘅電流感。觀賞我嘅手心正喺你嘅氣場上方，散發住天狼星嘅高頻射線。喺你面前出現咗一把由純藍色火焰組成嘅寶劍，佢代表住神聖意志同埋切割。當我講完之後，請你喺心入面堅定咁講一聲 Yes， 授權呢場能量手術。我以神聖主權之名授權並命令，切斷所有阻礙我揚升、抽取我能量嘅負面月太索。我撤銷所有累生累世各個維度嘅病態契約。請講Yes。 而家睇住嗰把藍火寶劍，由上至下，由前至後，輕輕一揮，感受嗰種束縛瞬間融化，無聲無息咁徹底分離。呢啲唔再屬於你嘅連結，喺藍色火焰之中化成粉末，好似深秋嘅枯葉咁，自然咁由你嘅氣場上面飄落、散開。每一處被切斷嘅地方，靈氣嘅轉化之火會即刻補上，好似溫暖嘅金粉咁，將你嘅月太體修補得完美如初。呢啲殘留嘅能量勾臂連根拔起，瞬間轉化為純淨嘅光，回歸宇宙。
睇住對方嗰一邊嘅能量索，自動縮返去佢哋嘅時空，你嘅能量亦都溫柔咁收返入你嘅心輪。你而家係完整嘅，你而家係自由嘅。我會持續發送靈氣，幫你修補能量場上面嘅裂痕，請完全放鬆去接收。而家呢啲空間騰空咗出嚟，我哋要將你流失咗喺出面嘅能量全部召喚返嚟。觀想散佈喺宇宙各處屬於你嘅碎片，正在化成無數嘅金色光點，穿過時空隧道，飛返嚟你嘅身體。我嘅能量全部返嚟我度，我嘅力量全部歸位。感覺你嘅氣場變得厚實、完整、發光。最後，觀想一道液態嘅黃金由你頭頂流落嚟，封印住剛才切割嘅位置，將你嘅邊界變成一層堅硬嘅黃金鑽石護甲。你穩定咁扎根喺地球母親嘅水晶核心，你係自由嘅，你係主權獨立嘅靈魂。慢慢做，唔使急，感受呢份完整嘅和平。做得非常好，你已經完成咗一次跨維度嘅能量重組。而家慢慢將你嘅意識由浩瀚嘅宇宙
帶返嚟你嘅身體，跟住我做3次深呼吸，將啱啱重組好嘅能量完全落實喺你嘅身體入面。吸氣，呼氣，再吸氣，慢慢呼氣，最後一次深吸氣，徹底放鬆呼氣。當你準備好，帶住呢份重生嘅感覺，張開雙眼，慢慢喐下你嘅手指、腳趾，感受一下你升級咗嘅、輕盈咗嘅身體。做完呢次手術，你可能會覺得好口渴，或者想去廁所，呢啲都係正常嘅排毒現象。記住，今日要飲大量嘅暖水。喺呢度，我想分享一個平時喺日常生活入邊可以快速保護自己嘅方法。如果你喺外邊見完某啲人，或者去完某啲地方，覺得能量被抽乾，或者心緒不寧，你可以隨時運用手刀切割法。你可以喺心入邊觀想，或者實際用手好似手刀咁喺你身體前面、左面、右面，由上至下用力劃落去，想象你嘅手就係嗰把藍火寶劍，將無形嘅牽連斬斷。隨後拍拍自己嘅心口，同自己講：我只准許愛同光留喺我嘅能量場。咁樣做可以即時幫你清理突如其來嘅能量干擾。如果你頭先冥想嘅時候有感覺到邊個位置特別熱，或者見到咩畫面，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哋嘅星際家族分享。你嘅分享會加強呢一份封印嘅力量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